着这个故事，德家伊阿秋吼，其实是听阮先生吼伊的姐夫啦，吼。讲到讲吼，迄时阵阮拄好阮先生想要去做新嘛，阮就先伫大社，吼，阮姐夫拄好共借一块农地，有起一间正港的草厝，就暂时吼，阮就规家伙2个囡仔带咧，翁仔某安尼吼，就去住伫迄个草厝内面。导游哥拄好伊的戏班哦，伫阮的迄个边吼，伊若休困的时阵吼，会来找我佚佗。阮先生的姐夫吼，看到导游哥吼，伊就讲：哎呀，伊真像吼，伊熟悉的一个叫做德家仔的人啦吼，外形就是像阮导游哥安尼吼，瘦瘦啊，三条啊，对像迄个未当大人的查甫囡仔，就开始讲德家仔和阿秋的故事。德家仔吼是一个咧跋歹脚的师傅就对啊，拢住伫一间迄个小旅馆内面。迄个阿秋呢，就是即个小旅馆内面咧趁钱的查某吼。但是呢，因2个人吼有感情到家吼，即个德家仔过身去了后吼，算讲伊的后事拢是即个阿秋帮伊办的。伊咧死以前交代阿秋，伫伊死了后继续伫厝里寄钱，伊无爱互伊的四大人知影讲伊已经死啊。但以前较家产的人吼，大家拢讲话算话，唔免签合约，等于讲伊的人格。无一定比迄个读册读悬的人较低，所以你用你的文笔来低强扶弱，要来帮因发声。